依家喺香港出街食飯，你係咪覺得越嚟越唔對路？明明俾緊60-70蚊，甚至過100蚊一個午餐，點知碟餸嚟到，熱就係夠熱，但總係覺得陣味道道都一樣，完全冇晒以前嗰種鑊氣。我話你知，唔係你條脷退化咗，而係香港嘅餐飲業已經喺不知不覺之間，被大陸嘅預製菜全面攻陷咗。由你朝早去茶餐廳食嗰碗沙爹牛肉麵，到下晝2點幾3點3嗰件炸雞髀，甚至係夜晚同屋企人去酒樓食嗰條酸菜魚，分分鐘全部都係喺工廠整好晒，放咗半年1年嘅化學急凍包。最慘係咩？係我哋香港人一邊捱緊全世界最高嘅物價，一邊竟然係吞緊呢啲充滿添加劑嘅工業製品。今日我就要同大家撕開呢個殘酷嘅真相，睇下呢啲大陸預製菜係點樣由深圳河以北一路殺到入你同我嘅五臟六腑。講起預製菜，好多人可能仲以為係超市嗰啲叮叮飯，或者係便利店嘅飯團。如果你仲係咁諗，你就真係太天真啦。而家嘅預製菜技術已經進化到一個你完全想象唔到嘅地步。以前我哋講煮飯係要洗菜、切肉、醃味、落鑊炒，而家係剪袋。好多連鎖餐廳嘅廚房其實已經冇晒廚師，剩返嘅只係一班負責復熱嘅操作員。佢哋每日返工嘅工作就係將一袋袋由大陸工廠運過嚟嘅鋁箔包、塑膠袋放入熱水浸熱，或者倒入微波爐叮熱，然後淋喺啲白飯上面。你以為嗰碟梅菜扣月係師傅燉咗幾個鐘？其實佢可能係2024年就喺東莞間工廠封好咗，保存期足足有1年咁長。諗起都覺得恐怖。你食緊嘅係過期食物嘅味道，但佢利用化學科技令你食落去仲覺得好似好新鮮咁。點解會咁？其實道理好簡單，就係一個錢字。香港呢個地方租貴、人工貴、物價貴，係人都知。一間茶餐廳如果仲請個大廚喺度慢慢拉油、炒粉，一個月人工起碼要3-4萬。再加上而家請人難，班後生仔邊個想入廚房捱熱？所以預製菜就變成咗老闆們嘅救命稻草。用預製菜唔需要專業大廚，請個洗碗阿姐或者暑期工，剪個袋，倒落碟，3分鐘出菜。咁樣唔單止慳咗人工，仲慳埋廚房空間。以前要100尺廚房，而家50尺就夠，剩返嗰50尺可以擺多幾張台，做多幾個客。對老闆嚟講，呢個係最完美嘅商業邏輯，但對於我哋呢班消費者嚟講，呢個簡直係一場災難。你可能會問，咁大陸預製菜係點樣入嚟香港㗎？大家知唔知而家每日有幾多車菜，幾多肉由敏感度、香園圍過關？以前係原材料，而家係成品。呢啲工廠喺廣東一帶多到好似便利店咁，佢哋嘅生產線係全自動化，一日可以生產幾十萬份。呢啲預製菜會經過長途跋涉，透過冷鏈物流運到香港。最諷刺嘅係，因為香港嘅法例對預製菜呢個名詞其實冇好明確嘅標籤要求，只要啲成分合乎食安標準，餐廳用呢啲急凍包係完全唔需要同客講。所以你坐低見到餐牌影得靚一靚，寫住咩秘製、手作，其實全部都係大陸工廠統一出口嘅標準口味。講到呢度，大家一定要留意化學呢2個字。預製菜要做到放1年半載都唔壞，仲要保持到肉質嘅口感，唔落化學嘢係絕對冇可能。如果你睇過大陸啲預製菜包裝袋上面嘅成分表，你會發現一長串好似化學實驗室咁嘅名：焦磷酸鈉、三聚磷酸鈉、谷氨酸鈉、山梨酸鉀、抗壞血酸鈉，呢啲嘢係用嚟做咩？有啲係為咗補水，令啲肉食落去滑溜溜，明明係雪咗成年嘅豬肉，食落去仲嫩過啱啱宰嘅。有啲係為咗固色，等啲菜唔會變黃，等啲肉永遠保持嗰種誘人嘅粉紅色。最可怕嘅係鈉含量，為了掩蓋雪藏味，呢啲預製菜通常會重口味到不得了，重油、重鹽、重糖，你食一份可能已經超標咗你全日需要嘅鹽分。長期食呢啲嘢，高血壓、腎病、心血管問題，遲早會揾上門。
我哋香港人一向對食好有追求，講究新鮮，講究原汁原味。但而家呢種文化正喺度崩潰。你試下去旺角、尖沙咀行一圈，你會發現周圍都係酸菜魚、烤魚、雞煲，呢啲係預製菜嘅重災區。因為呢啲菜式嘅口味非常重，辣味同酸味可以完全蓋過食材本身嘅唔新鮮。你食緊嗰條酸菜魚，其實係喺大陸工廠片好晒、醃好晒，甚至連湯底都係一包液體或者粉末勾兌出嚟嘅。當你覺得話呢間連鎖店嘅味做得好穩定嘅時候，其實係因為佢哋全部都係用同一個工廠嘅化學配方，根本唔係師傅嘅功力。更有甚者，連一啲標榜高級嘅食肆都開始淪陷。我聽過有啲喺中環、銅鑼灣開嘅中菜館，為咗趕住午市嗰個轉台率，連點心都唔再係自己師傅手工整。嗰啲蝦餃、燒賣，其實係由大陸大型食品廠急凍運過嚟，廚房師傅只係負責蒸熟佢。你俾緊幾十蚊一籠點心，以為食緊傳統手藝，其實食緊嘅係工廠流水線產品。呢種資訊不對稱，對消費者嚟講極之唔公平。我哋願意俾貴啲，係因為我哋尊重食物嘅品質同廚師嘅勞力，而唔係想做水魚，去幫襯呢啲用化學包裝出嚟嘅假美食。大家有冇發現，呢幾年香港多咗好多主打平價嘅外賣店，20幾30蚊就有一個兩餸飯。雖然兩餸飯係好多人嘅窮人恩物，但大家有冇諗過喺香港呢個租金成本下，佢點樣可以做到咁平？除咗薄利多銷，好多兩餸飯背後嘅供應商，其實就係大規模採購大陸嘅預製菜。佢哋只需要將啲預製菜加熱，擺喺個盤度，成本低到你唔信。當然，我唔係話所有兩餸飯都係咁，有啲良心店鋪仲係堅持每日鮮炒。但當預製菜嘅技術越來越熟練，成本越來越低嘅時候，堅持鮮炒嘅店鋪只會越來越難生存。呢個現象最令人擔心嘅係香港飲食文化嘅斷層。以前我哋講師徒制度，一個後生仔入行，由洗菜打雜做起，學師幾年先可以上爐頭，呢種係一種工匠精神。但而家，老闆只需要請個識得睇微波爐時間嘅人，根本唔需要培養廚師。長此下去，香港仲邊度有真正嘅大廚？當呢一代嘅老廚師退休之後，我哋嘅下一代係咪只能夠食埋呢啲工廠味？美食天堂呢個名仲保唔保持到？定係會變成預製菜集散地？而且預製菜對細路仔嘅影響係最大嘅。而家好多學生嘅午餐飯盒，其實就係最大規模嘅預製菜現場。啲飯商為咗控制成本同符合衛生標準，基本上全部都係預先製作，大規模復熱。細路仔由細到大都係食呢啲化學調味出嚟嘅嘢，佢哋嘅味覺會變得遲鈍，佢哋會覺得食物就應該係咁樣鹹、甜、鮮嘅，而唔識得欣賞食材本身嘅清甜同層次感。呢種係一種隱形嘅味覺侵略，係對我哋飲食根基嘅破壞。有人會話預製菜係大勢所趨啦，全世界都係咁㗎啦。冇錯，日本都有預製菜，美國都有預製菜，但人哋嘅預製菜係有嚴格嘅標籤法規，邊啲係添加劑，邊啲係防腐劑，寫得清清楚楚。而且人哋嘅預製菜分級好明確，超市賣嘅係一回事，餐廳用嘅又係另一回事。但而家香港嘅問題係，呢啲大陸預製菜係滲透式嘅，佢包裝成大廚出品，用高價賣俾你，而你完全無知情權。呢種係欺詐，唔係進步。仲有大陸預製菜嘅食品安全問題，一直都係大家心中嘅一條刺。雖然話出口到香港嘅嘢都有檢驗，但大家心知肚明，大陸嘅食品標準同執行力度，同我哋嘅預期往往有落差。之前爆出過幾多次預製菜工廠環境惡劣，用劣質油，用過期肉嘅新聞。當呢啲嘢變成咗一袋袋封好嘅黑盒，我哋食客根本睇唔到裏面係咩。如果係喺街市買返嚟嘅新鮮肉，起碼我哋仲可以用眼睇，用鼻聞。但預製菜經過重口味調味，就算肉質變咗，
你都未必食得出。而家喺香港，仲有邊度可以食到真正嘅人情味？好難揾啦，因為人情味係要時間、要成本嘅。當每個人都追求快、追求效率、追求最平嘅價格，我哋最後換返嚟嘅就係呢啲冰冷、無靈魂嘅化學包裝。我哋捱緊貴物價，交緊咁貴租，最後竟然係吞緊呢啲急凍包。呢件事本身就係一個巨大嘅諷刺。我哋作為消費者可以做啲咩？首先，我哋要提高警覺。如果一間餐廳佢嘅菜式多到驚人，由川菜、粵菜到西餐都有，而且出菜速度快到唔合理，咁你就要打個問號啦。又或者，如果你發現幾間唔同嘅餐廳，佢哋嘅某一道菜味道係一模一樣嘅，連入面嗰粒花生、嗰塊薑片嘅形狀都一樣，咁極大機會就係預製菜。我哋應該盡量支持嗰啲仲肯堅持現點現做、有鑊氣嘅細鋪。雖然可能要等耐啲，雖然可能環境冇咁靚，但起碼你食落肚嘅係真食物。我唔係話要全盤否定科技進步，但科技應該係用嚟改善生活，而唔係用嚟降低我哋嘅生活質素，仲要收我哋更高嘅價錢。大陸預製菜攻陷香港係一個商業嘅勝利，但係一個文化嘅悲劇。我哋唔可以坐以待斃，唔可以由得呢啲化學急凍包抹殺我哋嘅飲食靈魂。大家試諗下，2010年左右，我哋去茶餐廳食過乾炒牛河，師傅係喺你面前乒乒聲咁炒，啲煙升到上天花板，河粉條條分明，牛肉仲有肉汁。到咗而家2026年初，你再入去，可能只係見到一個阿姐將一盒塑膠包裝嘅河粉放入個大爐度蒸反熱，然後倒落個碟度。呢種落差係我哋呢代香港人最痛心嘅地方。我曾經同一個喺餐飲業做咗30幾年嘅老前輩傾過，佢話而家啲後生仔老闆一開口就係問點樣可以降低成本，無人再問點樣可以好食啲。佢感慨咁話，以前做餐飲係良心事業，而家係金融事業。當食物變成咗一種標準化嘅金融產品，佢就不再係食物，而係一種充滿添加劑嘅熱量包。而且預製菜嘅盛行仲會引發一個社會問題，就係廢料處理。你知唔知每一份預製菜背後要用幾多層膠袋、鋁箔袋、保鮮紙？呢啲全部都係不可降解嘅垃圾。我哋一邊話要環保，要禁塑膠餐具，但另一邊廂，我哋嘅餐飲供應鏈竟然產生緊更多、更難回收嘅包裝廢物。呢啲都係預製菜背後嘅隱形成本，最後都係要由我哋嘅環境，由我哋嘅下一代嚟承擔。我仲想講講嗰啲所謂嘅黑科技。大陸有啲預製菜公司標榜佢哋用咗咩超低溫液氮冷凍技術，話可以鎖住鮮味。聽落好似好勁，但其實呢啲技術係為咗掩飾長途運輸同長期儲存嘅缺陷。無論你技術幾好，凍咗1年嘅魚點都唔會比得上街市嗰條生猛石斑。但因為廣告做得好，包裝做得靚，好多人就慢慢接受咗呢種偽新鮮。大家有冇聽過大陸好興講嘅科技與狠活？講緊嘅就係呢啲用化學劑調製出嚟嘅美食。香港人一向覺得自己好精明、好識食，但喺呢波預製菜浪潮面前，我哋好似變得好無力。因為大集團、連鎖店壟斷咗市場，佢哋有資本去壓低成本，令到嗰啲堅持手工製作嘅小店根本冇生存空間。當你屋企樓下全部都係呢啲用預製菜嘅大連鎖店，你根本冇得揀，呢至係最令人絕望嘅地方。我今日出呢篇稿，唔係要製造恐慌，而係希望大家可以重新審視自己食落肚嘅嘢。我哋成日話病從口入，如果我哋每日食嘅都係呢啲充滿防腐劑、增味劑、補水劑嘅工業產品，我哋嘅身體點會健康？如果你發現自己最近經常腸胃唔舒服，或者食完嘢之後覺得特別口渴，可能就係呢啲預製菜喺度作怪。我哋要記住，香港嘅飲食文化係我哋嘅根，由大排檔到茶餐廳，由避風塘炒蟹到精緻點心，呢啲係我哋嘅驕傲。如果連呢啲嘢都失守，香港仲係香港嗎？大陸預製菜嘅侵略
唔單止係喺胃袋上面嘅，更加係文化上嘅。我哋唔可以習慣咗嗰種假嘅美味，唔可以對化學味妥協。大家可以試下喺放假嘅時候去街市買啲新鮮食材，自己動手煮餐飯。你會發現，原來鮮魚嘅甜味係咁樣㗎，原來新鮮菜嘅爽脆係預製菜永遠模仿唔到。雖然煮飯好辛苦，雖然洗碗好煩，但呢種對生活嘅掌控感，先係真正嘅優質生活。而家喺2026年，科技發展到咁樣，我哋係咪應該要求政府更加嚴格咁監管預製菜？例如，餐廳如果用咗超過一定比例嘅預製食材，係咪應該喺餐牌上面標明？我哋作為消費者，有權知道自己食緊嘅係師傅現炒，定係工廠急凍包。透明度係保障消費者權益嘅第一步。最後，我想同各位餐飲業嘅老闆講一句，我知道生存好難，我知道租金好貴，但請你哋記住，食客唔係傻嘅。如果你哋為咗省嗰少少成本而放棄咗食物嘅品質，放棄咗香港人對食嘅堅持，咁你哋失去嘅將會係食客嘅信任。一間無靈魂、只會剪袋嘅餐廳係無可能長久嘅。大陸預製菜全面攻陷香港，係一個警號。呢個警號提醒我哋正喺度失去緊一啲好珍貴嘅嘢。唔好俾化學味麻痹咗你嘅味覺，唔好俾方便掩蓋咗你對健康嘅追求。由今日開始，食返啲真正嘅食物，支持返啲真正嘅廚師，守護住我哋呢個美食天堂嘅名號。我哋唔想有一日，當我哋嘅孫仔孫女問我哋乜嘢係鑊氣嘅時候，我哋只能夠帶佢哋去博物館，或者俾佢哋睇返以前啲片。食物應該係有溫度嘅，應該係有生命嘅。呢啲大陸落嚟嘅化學急凍包，永遠都替代唔到嗰份現點現炒、熱辣辣嘅人情味。